日係3月16號，我備戰4月27號比賽跑步比賽。哦，跑步比賽。我今日跑步練習要練埋個波。好啊，1、2、3，Go！星期2夜晚加操。加操。唔 OK。加操。唔 OK。OK 啦。好，See you。今日係3月22號，我哋準備4月27號比賽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Go！ 用咗5分鐘。我有個新嘅練習方法。好，準備咯，係點啊？1、2、3，俾阿爸拉住啊嘛！1、2、1、2，我跑得快好多。你睇地下個圖。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哇！拉唔住啊喂！少少未到 ，Good， Yes， give me 5。喂，散未？未散，再跑多個圈。冇。散啦，姐。好，拜。呢集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2、6，繼續。3。今日係3月23日。加操啊！今日又要加操啦！加油 ，Go！ 好鬼靚仔喎！呢個名跑嚟咯，幾靚仔喎！大家好，我又為咗我嘅比賽練習，我今日嚟咗呢度準備練習啦。你要跑幾多 K 啊3K。3K， 好啊，一陣見。Hello。Hi。Hi。仲一個。仲有少少嗱，基宇哥又喺度等緊你啊，基宇哥。又喺度。基宇哥又喺度等你啊。你要係咪第時想做Philip Chan 嘅？你知嘛？應該唔係啊佢。一齊。哦，完啦！好，攞埋300萬就完啦，翻入去啦，我哋。開燈。好啦，到啦，到啦。快快走到 Hello。到啦，就到啦。小心啊！有珍珠奶茶。污糟啊！有珍珠奶茶。跑埋入去就跑完㗎啦。跑完喎。耶！你好犀利啊！多謝。多謝。加油啊！呢個係。快啲，睇下你邊個快啲。好啦，跑埋入去就。哦，贏緊基宇。加油！好叻啊！我仲有一條跑步片，大家記住要睇啊！Few moments later， 今日係4月22號，我練完波就去跑，返屋企。Go！ 我都係跑翻嚟。紅綠燈我哋要撳掣先過到嗰度。我返到屋企啦。
跑幾多你13分鐘。？13分鐘。50秒。50秒，好，睇下，我哋撳1點嘅。73。1.73公里，勁啊！啲 good， 拜。Good bye。今日係4月26號，我哋做最後一次嘅比賽練習啦。大學，我去試下條路先。Go。車站及車廂內嚴禁。15分鐘後，依家要去試下條路先啊。Go。個係碼頭啊！碼頭喺邊啊？前面啊 ，Go。跟住黃色衫個哥哥先啊，係啊 ，Go。而家跑咗200-300米。冇埋 Go。繼續。回程啦喎！我衝線啦！ Next morning. 我依家嚟到麵包超人嘅起點啦！比賽前仲有好多攤位有嘢玩啊！勁啊！勁啊！我有贏到食物禮物啊！唔使射高㗎，OK。我依家準備緊啊，有好多選手啊！呢個跑步比賽點啊？真係好啊，真係好！真係好。10秒咯，預備，3、係啊！輕鬆啲，放鬆先，得唔得？Good job！喂，你個嘴歪晒嘅，好近嘅喎，佢哋都係，加油！唔使咁快住，唔使啊，好啊 ，OK 嘛？點解咁耐都仲未到嘅？好，轉馬快啲 ，Go！加油！加油！轉馬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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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係繼續，你繼續跑，繼續跑，向前係，加油！加油！未啊，未到㗎，到達啦，2.8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！誒，衝埋去啦！哇，快過我喂！哇，追唔到啊喂！好，加油！1、2、3，衝埋佢，舉手！耶！耶！呢度，快啲啦，快啲，快啲！幾 K 啊？我有認真準備嘅，我真係得咗啦！多謝晒，你哋要 subscribe 我啊，同 like 我啊，拜拜。